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0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民数记33章38节到39节，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：若是真心遵守。雅各书是一本非常强调信仰实践教导的册。耶稣基督的小弟雅各对基督徒的教导甲提醒，伊非常的直接，并且真清楚。但是非常可惜的是，当初时马丁路德伫咧改教运动的中间，将这个雅各书评论做无有价值的一本册，因为伊是用这个福音性的基础，用这个因信称义做中心来评论新约圣经。但是事实上，雅各书所讲的这个行为，并不是称义的首要条件，颠倒是咧强调信心的实践。雅各所强调的行为是信心的验证。事实上，保罗嘛强调信仰的实践。保罗讲，无论做什么代志，都爱亲像为着基督来做。这也是雅各书所咧强调的行为。亲像伫雅各书第2章14节所咧讲的，兄弟姊妹，若有人讲伊有信，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，有啥路用呢？迄款的信敢会救伊？雅各搁伫雅各书第2章17节到18节安尼讲，所以只有信心，若无行为，就是死的。毋过有人要讲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请你互我看无行为的信心，我就用行为互你看我的信心。这其实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啦，吼！信心需要有行为实践来证明，若无吼，敢若用嘴讲相信是无法度证明，因为无有见证，这个信就是虚假的。如果咱愿意真心的顺服，安尼才是真的信徒。伫福音书的时代，有一群人常常摕着诫命来要求别人，家己却无愿意去回应上帝的呼召。伫现代教会，基督徒其实嘛有袂少这种人的存在，伊足爱摕着这个诫命啦、法规啦，去要求别人来遵守。但是家己却是亲像一个完全无关的人，伊拢表现出甲我拢无关系。这也为什么雅各书需要遮尔啊强调行为来见证的重要性？因为信心毋是用嘴讲，必须爱用实践的。因信称义，其实是根据着保罗的教导，亲像伫罗马书第4章第1节到第9节，安尼讲着。安尼关系咱血统的祖先亚伯拉罕，咱要讲什么？亚伯拉罕若是对行为受称做义人，伊就有通好夸口。毋过对上帝看，伊无通夸口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因为安尼上帝甲伊算做有义。人做工得到工钱，无算做是稳定，是应该。毋过无靠着行为，只有信迄位宣判罪人做无罪的上帝的人，伊因为安尼有这个信，
上帝就甲伊算做义。代表嘛有讲起无靠行为，互上帝甲伊算做义诶人有福气。伊讲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，即款诶人真有福气。主无算伊做有罪，即款诶人真有福气。安尼，即个福气只有受割礼诶人是无，毋是。嘛，互无受割礼诶人，因为咱已经讲，亚伯拉罕因为信上帝，就甲伊称做义。接续咱要去看希伯来书11章第8节到12节的经文，安怎来讲亚伯拉罕的信？对信。亚伯拉罕受调去得要承受做产业的地的时阵，虽然毋知要去倒位，拗久伊有顺探出去。对信，伊脚骹伫应允的地，那亲像踮伫外国，甲做伙承受共应允的以撒、雅各踮伫布片，因为伊期待上帝所设计甲起造迄个有地基的城。对信，亚伯拉罕虽然已经老，撒拉嘛已经超过生育的年岁，伊还袂当做老爸。因为确信应允伊的上帝是信实的，所以通讲对一个得要死的人有生团子孙，亲像天顶的星遐尼济，亲像海边的沙算袂了。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伫伊军队上帝带领前来行。希伯来书讲，伊当初时对上帝行时，还阁毋知影要去倒位。其实这就是雅各书所强调的行为，爱验证信心的功课。信心的实践，的确是真重要啦吼。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13节是今仔日的经文，甲咱教导的。恁若遵趁圣经的教示，就疼厝边亲像疼家己，迄个上帝国的律法，安尼就对。毋过恁若看外表对待人就是犯罪，受律法判做犯法。人若无守律法中的一条诫命，就是无守全部的律法。因为迄位命令毋通犯奸淫的，嘛讲毋通害死人。虽然你无犯奸淫，你若害死人，就是违反律法。既然恁得要受互人自由的律法审判，就照律法的要求讲话做代志。因为无用慈悲对待人的，伫审判的时，上帝袂用慈悲对待伊，慈悲赢过审判。雅各讲，得爱实践疼人亲像家己的诫命法则，因为耶稣基督伊嘛安尼教导，伊要具有温度。主耶稣讲，我是恁的老师，尚且为着恁洗骹，恁嘛应该安尼彼此洗骹。耶稣基督伫新的诫命的中间，又安尼要求咱，伊讲恁若彼此相疼，众人就要因为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。雅各书讲，恁若遵趁上帝记载疼人亲像家己新国度的法则，那安尼就是安尼就是对啊！吼，安尼就是对啊啦！基督徒必须爱活出诫命，
会通成做一个实践，爱有生命的见证，透过咱实际尊探上帝的诫命法则，就证明咱是真基督徒啊。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上主啊，求你显示你的慈爱，照你的应允拯救我，我就通应答侮辱我的人，因为我倚靠你的话。求你毋通将真理的话对我的喙抢去，因为我仰望你的判断。我要继续守你的律法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因为我有找求你的律例。我伫君王的面前讲论你的假事，嘛袂直到见笑。你的诫命互我喜乐，因为这的诫命是我所喜爱。我尊重佮喜爱你的诫命，我嘛要迄念你哪想的规律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毋通将这个因信被称作义当作提时拒绝的理由借口。请互阮无摕着诫命的刀来别人，乃是自我要求的一个标准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